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林署总处公布，要甲调整上班日变放假，搁爱另外补班的规定取消，也就是讲，伫咧未来补假免补班。台中逢甲大学昨一场大树倒去，致死一个研究生亡生。校方讲，除了会全力协助家属，嘛会全面来检查后来的树桩。伊认为着保护以色列空袭炮弹去造成亚罗塞冷和特拉维夫事件传出爆炸声，各国领袖也搁联合国嘛发表谴责。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4日 AM 新闻，我是陆尚如。放假的规定有足侪人关心，林署总处昨昏公布配合修法，甲调整上班日变放假，佮另外补班的规定取消，也就是讲，伫咧未来补假唔免补班。另外，该当爱放假迄天，若是拄到拜六，会伫咧前一天补假；，也若是礼拜，就是过长天补假。为着放长假甲上班日调整放假了后，所事情或者是事后补班，连上6天班，阁会欢喜吗？112年旧历年假期1月27号礼拜5调整放假，所以2月7号礼拜6补班，连上6天班。112年发生过6届，引发部分民怨。为此，林署总处宣布删除调整上班日为放假日，爱补行上班的规定。国人就是已经习惯于周休2日了啦，所以说补班的话呢，可能大家就是会觉得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基于民众的那个作息，那以及跟金融会是能够接轨，所以我们就删除了补班的规定。林署总处表示，该放的假拢放会到，有民众支持删除，某人希望保持放长假的春秋，认为劳资应该协商。那就自己请假。对啊，所以你觉得这样不要强制大家就是连续放假，然后后来再补班，你觉得这样比较好吗？对，比较好。企业老板他也会有他自己的一些顾虑嘛，那生产线啊，什么东西要服务，你说强制下去，有时候对他们来讲也是很大的困扰。那我觉得员工也不一定都觉得需要这样子，所以的确让他们自己去协商，有时候会更好。国内中小企业是表示配合调整。要放假的放假啊，补班的也放假啊，这样子资方的部分就自己去调节了。删除调整上班日为放假日了后爱补班的规定，嘛代表说下来点有补假无补班。这个处理要点嘛，增订纪念日、还有节日、放假日，拄着拜6礼拜免抓补假日。以今年教师节做例，9礼拜是礼拜日，所以离后一天礼拜1、929补假。光复节10月25号是礼拜6，是离前一天礼拜5补假。公司新闻林静梅、陈佩如台北报道。昨昏伫南部雨水真高嘛，造成灾害，亲像高雄的桃园区、福兴里、拉湖兰里，一个梅山里，唯一的对外车路都因为溪水涨起来，路抢断去。这3个里今仔日是继续停班停课，公路总局有紧急开放备用车路，有管制5吨以下的4轮车爱伫咧限定时间来通行。老龙溪雨水涨起来，大土石冲到路的，雨带20线昆河到福兴河床的便道100公尺路冲歹去，也予高雄桃园区福兴、拉湖兰、梅山里唯一连外道路断去。市府宣布这3里则是搁再停班停课1天。水电还有婴儿用品，还有药物、粮食物资大概都是目前是没有在短缺的现象。明天如果没有再进行通行的话，可能会出现尿布跟药品的问题。加在早起无过落雨，好天也。高雄山区土石流经解除，事先撤离的保全民众安全回去厝的。气象署也解除这大雨的特报，嘉兴公务单进驻伫路的2边的机械，赶紧来抢修被冲歹去的河床便道，也甲半年前规划备用的路先开放予山区的民众通行，已经伫中道开放了。我们这个一个刚打设完成的一个路廊是属于一个泥泞比较湿滑的一个状况的情况之下，那预计我们会在今天中午12点来做一个抢通。
8日中昼头一摆开放通行，后续会限5栋以下4轮的传动车伫开放时间改互通行。另外，屏东内回小琉球的船班也伫8日全部拢复开。早期单船的所在，袂少旅客伫单船摇篮市整一天留伫小琉球。我们多留1天而已，就是我排到一半，票口门就拉下铁门了，就是临时只能回民宿再睡1天。行政院长杜英台早起是到台南实施三门溪排水治理甲防范淹水的整备工作。我们希望从源头系统性的来治水，所以我们提出了新治水、新供水跟降漏水整个大的一个工程计划。杜英台讲，对治水，政府也伫研究更加大的计划，未来会以上水淹水的面积、上紧退水的时间，也有相关的安全标准这3项指标来完成。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逢甲大学昨晚一张大树倒去，致使一个学生死亡，3个人受伤。针对这个不幸往生的姓外研究生，校方除了哀悼全力协助家属，嘛会全面来检查后来131丛的大树。有专家是表示有可能是这树丛种的环境无好，树头才会烂去。若是讲这修剪的方式唔对，嘛有可能会造成意外。不幸过身的逢甲大学姓外研究生的家属，对着这个歹消息，情绪也是无度恢复。台中逢甲大学13暗头发生树仔倒去意外，其中就读材料所硕士班1年级的姓外学生甲女朋友拄好经过。姓外研究生当时这树仔直接跌到，当场失去性命现象，送医宣告死亡。学校方面讲会尽力来协助家属。学校有跟这个民台产物保险的话，我们有就是完整的这个公共安全意外险。那另外的话，当然学生的话就会有学生保险的这个部分。学校讲当时树仔倒落来，直接讲到2个人，另外2个人是厝头受轻伤。事发的所在就是伫学校内底青仔树大道，树龄差不多有60年以上啊。根据学校统计，这学校内底有131丛真大丛的树仔，内底有5丛状况无好，拢有裂管，每一季拢会请专家用药来治疗。倒去的这丛树仔伫今年1月才治疗过，其他是每2年会进行大型的修剪。也毋过学生讲，这丛树仔真久以来伊的生长状况就拢无啥好。跟其他树比较不一样，它是种在花圃里面，所以它生长空间本来就比较少。全案已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相验，以厘清案情。学校讲，倒去的这丛树仔，一旦检方相验完了后，改刷走，也进行全面这树仔清查。也不过初步专家是讲，是不是因为真树岩倒去，也会来查清楚。不过青仔树是水边滚较浅的这个树种，现场生长的所在无够，加上互细丛树仔围掉咧，土湿气伤重，较会积水滚会烂去。另外，修剪了无好，也是倒去的原因之一。他就没有跟他打薄啊！你变成你头发很密，你虽然帮我剪短发，但是我头发还很密，还是很重。他如果是自然塑形的话，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附枝干嘛。他们这一颗是特别的多，这是修剪所导致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人为因素。树木医师詹宏春讲，修了无好，造成腹肌骨伤密，造成这头重会较轻，都要应该改善。这基本的环境修剪方式嘛爱调整，才好到避免相关的事件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在疫情以后，台海两岸旅游也被恢复往来。中国国台办就指出，咱国雇做300多的中国相关人员专案申请来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台北夏季旅展。咱国的陆委会是表示，台湾民众去到中国旅游的风险是愈来愈高，而且这嘛无下双边对等的政策立场，唔才会无同意。广场空影影，敢若一团本国旅游团来访。台北市国父纪念馆伫疫情前是中国团客一定会来的所在。甲远远正面的101作为翕相是形成的特色。不过疫情后，两岸旅游一直拢无往来。今年2月，中国刺行团划停了后，代理会邀请中国相关业者申请来台参加夏季旅展，嘛去互拍倒转去。比较遗憾，如果能够透过这个展，对大陆的旅游相关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也有助于这个旅游安全。本来是希望能够增进两岸关系的，就没有想到事与愿违。南方陆委会声明，中国人士来台参加2025台北夏季旅展，是为了招揽国人去中国旅游。不过，为去年中国方面公布电毒22条了后，个人去中国旅游的风险愈来愈高，无符合专案申请的必要性条件，也甲两岸观光旅游双边对等的政策立场，所以主管机关则无同意。
去年台北夏季旅店为中国12省市来的旅游产官界，拢总155个代表来台，是疫情了后上界大规模。安徽省文理厅副厅长也受邀请致辞，当时海基会表示，这是单方释出善意，希望一步一步，搁再有双方交流。即马又搁对立，旅游业者嘛真无奈。那假如说他们要真的旅游有需求的话，我们会联络当地的 local 来帮他们承接出他们所需要的车子啊、餐厅啊、饭店这些东西。从观光旅游产业的角度来思考，更希望的是两岸能够透过小两会，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坐下来沟通。目前两岸禁团令无解决，不过旅游业者讲，每个月拢有旅客去中国佚佗。今年1月至3月，拢有15万外的中国客入境，双边拢有旅游的需求。学者建议两岸小两会会当继续协商，让两岸旅游会当有破冰的机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即马大罢免已经进入第3阶段，拍算上紧哦，伫咧7月底就会办罢免投票。国民党即马是真拍拼伫反罢免，党主席朱立伦今仔日就去到淡水和桃园为南委加油，伊嘛呼吁支持者转票就爱转无同意罢免票。因民进党这边嘛含发起罢免的公民团体会谈哦，强调这投票日确定了后，因会全力来协助罢免无适任的立委。投什么？不同意罢免。到桃园替共党立委加油鼓励，大罢免进入第3阶段，一定上紧7月底举行罢免投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到淡水甲桃园呼吁支持者出来投无同意罢免票。罢免的制度，他们就是钻一个漏洞，只要1/4%25%出来投，就罢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再出来投，好不好？那朱立伦出动，无甲举前则甲朱立伦见面，讨论反罢免具体规划的台北市长蒋万安，透早就到文山区的市场，甲南委罗树堡做伙扫街，请求支持。大罢免大成功。蒋万安受访时阵，去拄着抗议，伊笑笑的回应，抗议者后来去警方击溃，无发生冲突。来肯托，也就是接下来，我们相关的反罢免，我们都会全面来进行，希望让所有的民众知道，一定要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票。面对那样专列反罢免，绿营谨慎对待。民进党新北市党部13伫板桥召开工作会议，邀请发起罢免的公民团体会谈，了解团体的需求，讲听候中选会公告罢免案投票日，会用文宣检定方式协助。听的觉得好像还有一些可以再多说什么的，或者你觉得说邀请党公职去开讲有一点麻烦，等不到时间，来，我们准备了书面文宣，什么亲中国，通通一张纸一次帮你讲到完。苏开会讲，新北市党部会到中永和淡水这区域召开工作会议，针对各区的公民团体需求全力配合，呼吁民众站出来罢免无适任的立委，守护台湾的民主。记者综合报道。代替转型国营公司已经第2年，不过这1年来已经有116人死头路。台电是讲，即马上欠的电务人员连正处嘛招未满，会阁继续对外来招募人才。因那代替企业工会是指出，这个电务的工课是介食力，会和公司继续来争取调整津贴等等，希望讲会当甲人才留点伫咧代替。泰勒高列车准备停靠树林站顶悬煞出现火星，经过检查是电力接收线无平。收班了后，完整2点完成接收线的整平作业。代替技术人员爱伫收班了后透明完成设备的测试，不过人力一直流失。内部员工讲，考入的速度未符履职的速度。当初报考的时候就已经人数不够了，因为基本上的薪资待遇里面，大家都会现在目前会想要来考试的人，对于薪资待遇来讲的话，是他们最主要的首选。代替企业工会讲，代替薪水比业界较少，以欠上侪人的电务人员来讲，需要负责电信、电车线这设备的测试，一加保养维修工作，配合业务需要轮班，拄着抢修有可能要提名。起薪3万6，虽然加津贴加加班费有可能突破4万，不过有电子背景员工伫业界真侪人爱，电电因为有更好的薪水的离职。整个大环境大家都在抢人才啊，从业人员考试完，电务这个区块呢，由他们电务自己来办一个
招考，起薪可能不如高科技业的起薪啊，再来看看要怎么来调整。代替公司化了后，已经进行2届招募，不过2届正处拢无够。第2届招募正处419人，目前当分推出报道，到5月已经有309人报道，这1年来已经有116个人离职。代替是讲，这块会依照顺序进用备取人员因应业务的需要。记者综合报道。今路人端注意安全哦！出去高雄凤山有民众骑机车经过5甲1路的时阵，去互一只乌狗来夹着伤。狗仔的主人原本是讲要来赔钱和解，不过即马搁反悔，受害者是决定要甲提告。动保处表示，会甲这只狗来列做有攻击性的狗，以后若是伫咧公共场所无大人牵、还是讲无做好防护，上当是通甲这个狗的主人罚15万哦。然后旁边的狗冲出来，直接咬我们，之后我们主人就把它拖进去了。查某人惊到，甲警察讲，红熊熊冲出来狗夹着伤，主人就是甲狗诱转去离。在里面啊？你在里面让它自己出来是吗？警察来查，主人心里讲当时无伫狗仔身躯边，代志发生伫初7暗时，民众经过凤山区5甲1路巷仔，互狗夹着伤，骹盘添2针。原先主人同意赔偿，双方和解，无想要反悔，甲民众讲，若要告就去告。他一开始说他要和解，然后他就说又丢了一句说我没有钱赔，不然你又告我去关。警方已通知事主，将与到案说明。全案依过失伤害，函请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警方受理民众提告，早起去主人因兜查证，涉嫌咬人的狗仔已经用链仔链掉咧，有罪防护。也过有副民众讲，狗仔毋是头一摆咬人啊。高雄市动保处讲，这个案件无接到通报，会发公文予检察机关摕到资料了后，依照动保法来采取。狗仔也列做攻击性的狗仔，主人若是无照这个相关的规范，相关会甲罚15万。他咬过其他人哦？都有在绑啊，就刚好那边家搬衣柜啊，他就跑出去啊。将依动保法将该犬只列为攻击性犬只，后续出入公共场所或工作的出入场所，将依规定由成年人伴同，并且1.5公尺以内系绳及佩戴透气口罩等防护措施。月水伫高雄主营区，就这个特犬半个月内连续攻击2个人。另外，花莲台北也发生过比特犬去伤着人。高雄市动保处也提醒民众，市政府公告这个危险的狗仔，也是一般的狗仔，出入公共场所，拢要由7岁以上民众戴条例，若无相关的罚款15000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国际，伫咧以色列空袭伊朗了后，伊朗嘛甲拍断去，造成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还有迪达维夫世界拢传出爆炸的声音哦。全球的各个领袖和联合国因嘛发表谴责。另外，伫咧核武这个方面，国际原子能总署有向联合国报告，伊朗的浓缩铀地面7塹场已经互以色列空袭毁掉了。以色列社区拉马干的深夜，会当看到徛在区内底汽车建筑受到飞弹是击毁损。另外一边的社区特拉维夫空中嘛一直有飞弹伫空袭。伫以色列空袭伊朗了后，伊朗伫当地13暗時對以色列發動報復性的空襲，造成耶路撒冷、特拉維夫等等以色列主要社區都會當聽到爆炸聲。So we are in the heart of civilian area, and rockets fell here and made a massive destruction. We can see here buildings that were actually attacked and destroyed. And there are people trapped here, and we try to rescue them. 伊朗即届报复反击，破射超过150粒的飞弹，甲超过100只的无人机，其中大部分拢互以色列防卫系统砸落来。这波攻击互以色列各地响起空袭警报，造成7少所在人受伤。有2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嘛有协助拿走部分飞起以色列的伊朗飞弹。为此，伊朗甲以色列自联合国大使各地联合国会议互相指责。伊朗大使批评以色列攻击是恐怖主义行为，公开违反国际法，嘛指责美国协助稳准这环境。根本是强犯。以色列大使是反击，讲以色列等待美国甲伊朗的核谈判，所看到伊朗伫虚假让步，拒绝接机拖线谈判，认为以军的行动是保卫国家的行动。伫美国国际组织事务局驻侵官员皮特是表态，美国大使知影以色列的行动，也毋过并无参与军事行动。But I think the key point is this was done with at least U.S. toleration, if not active U.S. support. 对于中东情势的升级，联合国甲全球各国的领导人，包括英国首相施凯尔、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拢谴责升级中东情势相关国家，呼吁各方爱冷静克制。
You saw that we issued a statement late last night on the escal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Secretary General condemns any military escal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Secretary General asks both sides to show maximum restraint, avoiding at all costs a descent into deeper conflict, a situation that the region can hardly afford. 联合国安理会13紧急会议面顶，中国甲俄罗斯提示嘛，谴责以色列甲盟友的行为。另外 ，IAEA 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是向联合国汇报，伊朗的浓缩铀地面试验场已经互以色列空袭毁掉了。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美国今嘛嘛原来无改变情况，全美各地打算要伫咧当地时间6月14来发动无爱国王制的示威。毋但地方政府有部署警力要来防止示威活动演变做暴力冲突。另外，大约200个陆战队员嘛已经到洛杉矶了，到位以后有暂时来拘留一个民众。陆战队员真紧跳落楼梯，举倒手警戒，会当看到距离伊无远的所在，有另外一名陆战队员正咧拘留一名民众。全美国团练的无王日示威，特别伫当地10时举行，包括纽约市甲发生示威活动过6天的洛杉矶市府，拢配置远警防范示威活动转作暴力冲突。洛杉矶有差不多200名陆战队员，伫透早到当地了后，接管保护威尔士的联邦大楼，刷到着一名查甫人，技术要接近大楼，就进行临时拘留，交互国土安全部的职员处理。了后，这名男子就去释放。Because I went past the yellow tape. The first time I went across under the yellow tape just because I didn't want to go all the way around. They told me to basically go back. I went back to the first checkpoint, and that's when they thought I was basically trying to do this again and become more aggressive. 大学表示，陆战队误会疑似抗议者才会进行拘留。美国军方嘛证实，这是暂时的部队进入洛杉矶了后执行的头一届拘留行动。因为美东时间10时，除了有无王日示威活动以外，发布的宪法大道嘛举行美国陆军建立250周年的纪念活动阅兵仪式。13有部分的抗议者冲破围栏，无顾警察走动，走去国会大楼，要求取消阅兵游行。Money for people, not parade. Let's say stand up, military stand down. 各部分抗议民众是用电动出版车伫洛杉矶马路走来走去，协助取抗议活动产生的本数，这嘛加做抗议活动内底另外一款风景。I just hate trash. Just because we have trash for a president doesn't mean we gotta live in trash. 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伫咧台湾，最近各地发生几若件坐火人赛车出意外的事故，所以社会嘛真关心坐火人的交通议题哦。有一寡县市有计程车巴士，也是长照交通车等等的服务，互民众毋免烦恼这个交通接送的问题，而且这嘛互一寡少年家加一个驶交通车的工作机会。小等的公司第2代青春的内网，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因的故事。若毋是伫咧都市生活。无交通工具，要出门是真麻烦。偏乡的囡仔若要读册，时大若要去买物件，互医生看，或者是复健，若无车，就袂输无脚通行。为着要解决这款的困境，有地方政府结合在地车队，也是社福机构，推动客运车巴士、幸福巴士、甲长照交通车等等的服务，会去载有需求的人，嘛甲生活甲照顾的网络串联起来。因为阮有固定的时间、固定的站牌啊去载，所以我是变大公车变小架公车，会当入去乡镇内底大公车无法度入的所在，会当服务更较侪民众。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甲少子化的社会，对交通车的需求愈来愈大，这嘛增加一寡工作机会，互想要回乡发展的少年人会当安心搬登来住。每天这样开都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啊，下班然后就可以回家陪家人，然后陪我的老婆跟我的小孩，然后又可以帮助到这些需要帮助的老人家。有司机来载来陪伴，到看头看尾，这嘛形成另外一种在地照顾。咱遮的长辈拢会叫咱的服务遮的司机会讲因心内的心事安尼，我感觉无形当中。嘛是一种促进因身体健康的一种方法啦，这是阮头先没有预想到的。交通毋但是搬线的工具，更较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权甲生活品质。若要真正实现交通平权，干那靠司机的热心是无够的，更较需要互制度较周知，资源继续投入，才有法度真正照顾到社会甲弱势的人。记者吴定武、林建如综合报道。
明仔载天气安怎？咱来看各地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26度至36度，中部地区25度至36度，南部地区25度至36度，东部地区25度至35度。华东地区26度至3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请等下先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在地路面的这辆车是时代出怪挖客，是少年人定睛在地起点。会当熟悉介济人，甚至各乡镇的人客拢会当熟悉。每天这样开，都可以看到不同